导演张艺谋以电影《1秒钟》第5度征战柏林影展金熊奖，日前却突然以技术问题为由宣布撤展，传出真正原因是剧情触及文革。闭幕典礼上，评审团主席亦致辞表达遗憾，主办单位还搬上空座椅，疑似抗议大陆的审查制度。评审团主席，我们很遗憾，无法考虑今年入围的影片之一。这部电影就是1秒钟。柏林影展闭幕礼上，评审团主席朱丽叶特意致辞表达遗憾，因为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新片《1秒钟》原定在影展首映，却突然在11日宣布撤展。评审团主席从31年前凭着处女作《红高粱》赢得金熊奖以来，张艺谋导演已经成为国际影展上不可或缺的声音，更表示需要这样的艺术家，让观众了解历史，希望电影很快能在全世界公映。开场仪式搬上一把空椅，献给张艺谋，因为传出撤展原因，可能是剧情涉及政治敏感元素。以70年代为背景，1秒钟描写文革时期一位劳改营的囚犯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农场逃出，只为看场电影。虽然先前消息释出，官方表示是因为技术问题才取消放映，但外媒推测，因为戏中牵涉贪污和文革，才会无法通过审查。电影英雄小小平常，有什么事？此地归我管辖，如何？影片退展后，改播放张艺谋17年前的旧片《英雄》。大陆近来对产业审查严格，不久前几部宫廷剧像是《八清传》就以情调不等文革中常常使用的理由取消播放，让影迷大叹可惜。